有吗？第一个。啊，这个影片为什么咱无互我是用叙事的讲啊？伊迄就是一位先生，一个浅显查甫啦。啊，伊去到迄个庙寺啦。啊，伊庙寺的时阵吼，你是在这里面抠的吗？外面吗？是吗？是在外面的吗？你刚刚这个抠的时候是在外面。啊，现在是这个吗？不是，在前面另外一个，有吗？这个原本上面这个，不是家里的，是原本上面的。啊，有一个新的，不是吗？有一个新的，没关系，就是那个，或许是。那我们就是拿错另外一个学生给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只要是一个先生，他到那个寺庙里，然后他就请教师傅了。讲师傅，啊有人哦把我的东西偷走了，把阮兜的钱偷走去啊，啊要安怎？吼、啊迄师傅就甲伊讲啊，伊讲阿弥陀佛，这可能就是你过去的业，放下没关系，放下吧。